若继续来看吼，这个国防部拄则来证实，中共伫个下晡大约7:56开始，已经向这个台湾东部的这个海峡来发射飞弹了。这个新闻咱等一下继续讲，互你知。咱先来看这个台中后里启明学校，甲台中北区的扶轮社来合作，举办音乐的夏令营，透过这个互动的教学，要来发掘目睭无看的学生音乐的才能。 13岁小小歌手董有桥，甲乐团带来精彩演奏，为活动留热个起鼓。为了发掘市中心的音乐潜能，后里启明学校第6摆甲台中北区扶轮社合作，邀请有几摆得到金曲奖肯定的无限融合乐团，到学校办4天的音乐夏令营。音乐对视障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。 校方表示讲，虽然这阵视力有障碍学生有先天上的限制，但过大家人拢有音乐梦。我那时候第一次参加的时候，就被就是无限融合带给我的那种音乐的这种观念，还有音乐的这种不同的启发给震撼到。去年音乐夏令营因为疫情关系停办，今嘛总算会使顺利举行。对于未少学生来讲，拢真期待。校方嘛表示讲，希望透过应对方式，帮助因完成音乐的梦想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